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阿咪，咱来读教育部的朗读稿，114度社会组的朗读稿。好，我淡薄时间，我伫即个 Clubhouse 要开即个声音档的，所以我嘛甲即个连结来做一下分享。然后伫 YouTube 即搭遮着罔看啦吼，因为甲迄个啥，教部的商用书理书典做一个分享安尼。好，淡薄时间，我来甲一寡连结分享者。伫 YouTube 你会使看到真侪连结啦，所以应该袂讲太困难就找到相关资料，应该是。然后网站我袂记是啥，导线是多老拄方向，还是一个高中生了，伫准备考试的时阵，甲一寡资料捡着做一回啊，所以嘛是会使罔分享、罔参考。然后佫有啥物连结？听你讲风台要活来，所以就以防万一，怎有hiệu假的？迄个人命切安全重要，所以可能怎有的县市宣布免上班啊，我伫佫刷落去嘛，休2天啊嘛，所以规气休一个较长一点呢。可能是安尼吧，我无真确定，所以有一寡县市是已经宣布啊。这可能嘛会使正做未来中3实行一礼拜休3天的政策，敢会使安尼讲？欧洲敢若啥物所在已经有伫咧试讲一礼拜休3天做4天安尼，所以当初啊，即种物件做有做无，敢若嘛是含态度还是啥，有一寡牵连啊。白伫遐做无实，无啥实，啊为啥无爱放人走？当然，这看你是用啥物角度来咧看啦。所以我分享即个专业的学台语的方法，所以你若有兴趣，应该使找到袂少资料哩。好，先分享遮好啊，然后迄个啥，大家的朋友有兴趣啦吼，遮讲分享，我就讲图涵来拄好，时间来拄好。台北时间也毋是9点至10点，说伙来遮读寡册。啊，9点进前咧，9点进前随我，我继续来读即个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《开花结子》。开花结子，我就讲600几啊进应该剩无100页啊，所以读久嘛会读完，对吧？问啊好，啊久嘛会淡安尼，30万字，剩较无100页，我毋知安尼要算几字啊。伊就咧讲着，这算因故事要煞尾啊，所以开始咧交代因一寡迄个啥，一寡人的一寡后壁的代志吧，是。所以5冬后，伊就时头路转来食家己，招另外2个兄弟春夫甲达婉投资做广告行销公司，3个拢是向踹，阁袂吞忍的叫嚣，讲无3句话，就随甲人客变面起冤家，毋管好歹，拢做无落来啦。到要做一个生理囝，上无嘛爱有会死会活的喙水，结一个无连体的屈势，互人配谈配烂，嘛爱甲笑面扳倒出来，才有银票啊通领。若无即款本领，先就毋通去做生理啊！正经若无2步7啊，是要安尼变人。因即3兄弟啊，到落尾无趁着啥趁着钱，嘛是拆股，随人转去食家己啊。光照因某阿妹是9分仔人，读台北师专出业，分发去南港镇
甲国民学校，就是同款坐火车，通勤的缘故，才会甲光照相长相捌。伊是散着光照的飘撇落骹，两个臭10岁遐济，无去嫌光照是老叉头，一条烟头好食款，一声就牵去故意，捌无一冬就过啊。光照原本就无够趁钱，手头无介量，毋则讲会摕300万去标金鸡的旧厝，是阿梅任意的西客去标的，生前嘛是登记阿梅的名。标来的厝允啊，互金鸡啊带无钱的。一冬后，拄好阿梅50岁时，去病院做身体检查，才知影治着第2期的鳞癌。搁去找第2间病院做复检，嘛是同款。当咧惊吓毋愿，搁三无钟头的时阵，拄好转去9分啊轻便路的后头厝过5一节。听因阿金在讲，咱遮有人治着鳞癌，怎招好药来啉，过一冬就好利利啊！迄敢是简单伫，迄敢是简单伫结招啊尔。阿梅虽阁煞话讲，鳞癌敢有应效？基山街遐有一间元气汉药房，你去遐问看卖好无？阿梅真正着去遐问诊，即个中医甲伊安打讲10万箍要包医，一冬内就好利利。阿梅袂输食着即颗王乐啊鲜的胡仔水，一声就互牵起玲珑色，逐工兄急烧啊山来啉，过一冬后，规身人比以前搁较瘦，鲜，就随办提早退休，要归心医伊的病，搁拼去归人病院看门诊，煞颠倒上重，讲是第3期的鳞癌，就照病院的步数，开真侪钱就去照放射线、化疗，搁舞一冬了后，嘛是无采手，伫1996年过身去。所以伊这后壁拢开始咧交代因遮的迄个啥，王查某甲干那清这2个阿某的逝世的一寡代志，搁因这个逝世，伊总共生13个嘛，所以这13个逝世，迄个啥配偶，不管查甫查某的配偶，当然某啦翁也是3只的，所以变成讲开始要交代是啥。好，我哋时间差不多，我先做一个记号者。伊即种是，伊后一种已经51啦。我就讲买手剩无100页，这故事开始要收束啊，所以时间到，转来读咱的朗读稿。即个乌娜，我毋知啥物原因，是无看到咧 Q 还是啥，我伫。你若方便，才做伙起来读；志愿起来，若方便，才讲读尔。我毋知你看到文稿未啦？来，114年度社会组的朗读稿，伊总共到28篇，正要来读，先来读第15篇。15篇安尼几段？1、2、3、4段，吼。可能我先读一段，志愿你若有对着，你才对咧第2段，然后有若迄段敢若不哩啊大段。尾我才来读啊！好，来，咱来读这个114年度社会组朗读稿第15篇。甲阮饲大汉的米甲李南壮，早前社会也有迄种千途万途毋值得翻参途的观念。毋过，阮老爸定讲，做事人拢爱靠天公伯啊，才有通食清。菜金菜土。敢若要望迄撮收入，即大阵囡仔会立白大汉，伊就高照对婚林拼去台北细厝，开奥多麦店兼卖蒜头。店遐做生意10多年，也着定定下港顶港来去去。路尾有想到一个新的生意路，
决意返来故乡拍拼，顺线归心请养囡仔，好，无方便无要紧，安心自在自在，准点嘛来啊！安尼有呐，是毋是？互你接线落去读，啊，这样话准点读，我咧读114年度社会所的第15篇啦，吼。来，有呐方便读，请讲，好，我在理甲或者土人间下米所，向时就爱无用规步句，也是传整句、整句、传整句整到半小时，才有米通煮食。农民逐工收成交姨娘互农会计数较定着，嘛拢会留正10地切仔买家己食。有诶人家厝买食人悬诶米甲家己下米，安尼要是搞工，搁足忝头。落尾毋则甲切仔载去隔壁庄迄间米甲，开寡钱，请人教较贵气。不二个，大家豆豆仔发觉即间米甲无要互人伫遐等，而且教转来诶米斤称拢无够，种人嫌甲无一块好，阮老爸头壳真活，随摕副本去农会借钱，伫田头起厝，搁学新型诶机械开米甲，要来甲伊拼看卖。好，感谢准定，你有对着无？来阮遮加米，会当哪泡茶哪破豆，大通军诶七仔20分内，随名做随个人片诶精米，随人诶米一块看现现，则摕60块诶工资，大家学老教会当志，就安尼。生意愈来愈佳业，过年过节足侪时段，好报价甲瓜米，好价甲瓜米，因后囝儿4岁早转去，伊昨仔一工就爱甲4000多分切仔。强在爱拼工，才甲会煞。后来搁学问题，缩切甲机，烘家己种诶切仔兼卖白米，嘛挂处理来卖。阮都缀咧明白各种米，搁爱一斗看斗。哪称哪收钱，遮个日头，阮5个兄弟姊妹，拢做有着练田里诶工课，蒜头分金甲月走相伊，因为有遮个经验，即马教册若拄着教农作物有牵合诶固定。就会教因食米爱知米价，我教要安怎对包装米，迄空仔囝的空芳。你检查一下，迄一空仔囝，伊迄米有一个透明的所在嘛，一空仔囝包装的迄种的。哦，你甲读完好啊？一斤开20外吨的米价，甲一大阵囡仔饲大汉，阮嘛无漏气，大家拢介有出发，时势咧变化，食食文化嘛咧变，米食少，无人咧留切仔，所摆米价早就收起来，无做啊。用时喜花花的风景甲五彩，已经互天空的地图市，甲涂骹的米坑，甲涂骹的米坑
啊，大条咧咯。好，感谢即个，我就讲社会组的文章无好读安尼啊，准日读着拢会，迄有诶，有一句真正有够落落长，啊尔话26字，我就讲开无够长，读到一半可能啊断开往生去安尼，啊毋过你甲断去了后，毋知咧，迄我感觉，你若去种诶可能都叫掠包安尼，尾二段。即摆教生若拄着甲农作物有牵卡诶课程，着教因食米爱知米价安尼。啊，当然这即个人可能因为伊讲因细汉有拄着，就是爱去斗相共厝内嘛。这其实家家户户大概拢，即摆当然较少啊，就讲厝里做生意啥诶，囡仔工家己囡仔工当然免钱嘛。啊，所以有当中啊。咩啊讲，拄有即种处理遮尔济爱做诶代志诶时阵，就是有一寡怨言吼，敢袂使安尼讲。可能嘛来啊吼，因为阮读即个是114年度社会组朗读稿第15篇啦吼，毋知台顶诶朋友读完了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即大招我讲，伊即个社会组诶文章无好读诶所在，就是可比讲诶。第一段出现的字，上尾段出现的字就是开店做生意嘛。啊，当然开甲开，迄到底有啥物前差？有当阵啊，乡人咧读的时阵嘛，确实会抓袂着，因为要安怎讲？对咱会晓讲台语的人来讲，你讲过当然你知影，啊，毋过你若无讲过的，啊，佫无听过人讲的时阵，哇，就会戆去。啊，到底要读开啊，要读开啊？这当然，到底目前来讲，伊讲开即个音，吼，开钱嘛，什么花钱张开绽放起始发展开辟嫖妓开查某，你袂讲开查某，当然开查某经互人开查某，安尼可能开甲开拢会使用入来，吼，啊若开咧，伊讲呐，就是拍开嘛，即个起闭的起吧，吼，打开。啊嘛是有绽放，结果开甲开拢有绽放嘛，可能看用什么所在，吼，扩大张开，列举写单据，分摊费用，不密集，驾驶。但毋过我感觉上后壁即个驾驶应该是去互华语牵去啊，即马论真来讲啦，华语台语拢会通的人，伊原来嘛接受讲，对我开车啊，无要安怎。因为一寡我个人认为啦，台语捌无法读，伊会感觉塞车是咧载驶啦，规车全驶，伊听足袂爽的安尼啦。这种驶什么车？开车啦。啊，毋过开车是开车门，啊，你甲车门拍开，人照材料坐入去嘛，人坐入去了后，你照着甲车驶叮当啊。啊，你开车是敢若只是甲车门开开尔啊。啊，毋过迄是中文，才会讲开车，开车，赶快开车，对无？伊袂讲驶车啊，所以目前台湾变成讲，这个语词、这个用法，会有一寡因为华语中语的强势，对无？语言强势是因为背后足强大的力量，伊毋捌，所以强迫咱爱接受伊的讲法。所以开这个音，伊煞也加驾驶这个概念放入来，啊，毋过实际上台语原底的开。是无咧讲我甲车刷叮当迄个动作啊，开车啊，即摆已经变成讲开车即个动作已经有去用接受，啊，到底嘛写入来啊，吼，啊，所以伊即内底有讲到啥？文章讲开奥多麦店，然后开米架嘛，啊，你若讲对开去，迄个开敢若是。消费都要讲咩啊？开钱啊，甚至开查某迄是开啊，啊，所以我嘛无法度随判断出来讲，到底什么状况爱去用到开，什么情形用到开。当然，迄可能牵涉到无共的行业，或者是无共的情境语境，甚至有诶是毋是讲什么具体。也是抽象，也是安怎？这以台语的这种文白音来使用是真正有够复杂啦。啊，这当然
目前因为咱无够侪人去收集，或者是去研究，就敢若英语、日语，吼，甚至目前的客语，因为有资源、有钱、有人，就会使去做足侪代志。啊，毋过台语目前真歹势，就是差不多逐项拢无，啊，拢无的情形，就是变成教育部即主仔的经费、人、计划做遮个代志，目前是算已经暂时无法度伤嫌得伤大力啦。啊，当然，各位朋友你咧使用的时阵，你若拄到状况，当然会使写批去甲伊讲，即个状况、迄个状况，你有啥物想法、看法，还是你感觉有发现到颠倒错误的？迄大概目前因大概都收啦，就你写问题拢甲你收嘛。啊，毋过当时要改，毋知影。好，毋知咱台恁个朋友有啥物想法、看法无？到底是开学还是开你讲开学、开学即个，以我的语感是讲自细汉讲的，都嘛是讲学校要开始去读，拢讲开学啊。啊，你讲开学，我毋敢讲开学毋对，因为有当中足侪字词，现代人无讲无听过，有可能日本时代有留，对吧？遐个代志顶散起来。啊，因为咱搁较去查嘛，无一定我都逐个字词拢查透透啊。因为日常生活你讲的时阵，啊，你若知影顶个文是啥，啊，就准过安尼啦。所以开学、开学，因为我的理解，我是大部分拢会讲开学较济啦。就敢若你讲到底是大学还是大学？这目前以日本时代的音，敢若是两个拢有啊。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敢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？开学甲开学。对啊，所以代志顶伊就写开学啊，伊就写开学啊，代志顶啊，啊，台华线顶字词顶的时阵，伊就写开学、开学两种啊。伊即两字拢本正拢迄种文白音嘛，啊，只是目前导出来就是即两种尔。啊，照数学的排列组合有4种嘛，啊，另外2种迄是无符合咱一般的理解嘛，啊，所以当然这个字词就是我那嘛算竞争嘛，就讲这两种讲法，伫日本时代，可能高一种，啊，毋过尾也开始出现另外一种的时阵，开始会竞争嘛，啊，竞争就到地了，较侪人讲的就留落来啊嘛，就敢若伫 Google。你去抄出来资料，当然 Google 本身无产生资料嘛，伊个资料嘛是别位来嘛，啊，迄个别位是倒位，无一定嘛歹按算，啊，所以即摆变成讲，对咱一般人来讲，毋是无资料，是资料伤多，而且有一寡资料讲一个较无输赢是某物人杀咧黑白用的，咧甲你扰乱的，啊，你若迄做啥媒体时读吼，敢袂使安尼讲，就讲你要去知影即个信息到底。什么所在、什么时阵、什么单位生产出来、头改出来，啊，伊的公信力敢有偌济？所以我就讲学台语学了一句嘛，3七讲4就听啊，就是真正咱一般的人拄着、看着、听着的时阵，可能拢爱至少淡薄仔交易讲，啊，这到底，因为有的是你会使去判断合理性嘛，对无？咱咧学语言的时阵，迄句话或者啥，文法上敢有错误？以咱的理解，有当中你会感觉碍着，哦，台语咱逐个拢安讲，啊，毋过有一寡话句你一听就讲，怪，你毋捌听过人安尼讲，啊，毋过你当然即摆有个人就是，反正我毋捌听着过人讲你毋对，你后壁讲，无人安尼讲，啊，实际上无一定。啊，台语即个语言是安尼时阵，咱咧学外语的时阵，是毋是会学到一寡理路、理直、逻辑，对无？文法啥？啊，有一寡话，表面上看起来文法是符合的嘛，啊，毋过是无合理的啊。啊，毋过伫咧学习的时阵，确实有影会
有当阵会无小心，也是超工讲出来迄种无合理的地球是四角形的，你是倒位的地球啊？为什么你的地球是四角形的？文法上无错误嘛，对无？什么物件是什么形状嘛？啊，问题即句话地球是四角形的，文法上无定答，因过理论上咱一看，地球是圆来变四角，你是去用切开也是安怎样，对无？因过这是你学习的过程，你有可能去拄到。当我记的这个是，你一声就看你就知。因过有当阵啊，伫学习的过程，你就是会无小心，也是超工的得个倒菜刀，倒出来当是正确的、合理的存在。啊，有当就是，敢若无种情形的。所以开学开学啊，这目前就是教典，当然目前是看起来是用开学啦。啊，毋过日本时代，因为到迄个时就是有大学、大学甲大学去哦，敢若是安尼吧？我袂记得。啊，还有一个是迄个学字啊，有人是甲伊，尤其日本时代吧，就是即种大肥迄个物件做谐音嘛。啊，为着要闪避迄个西学啊，迄个学字，就怎变读册迄个音，伊就尽量不爱用学即个共音字，音是共的嘛，啊字无共啊，会有即种情差。啊，当然就讲嘛，安尼百几年啊嘛，迄个声音啊，就竞争啊，啊，较侪人讲伊就留落来安尼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即篇即摆即种即摆美甲，土人经下美术，这当然是较久以早的嘛，吼啊，即摆就是拢有机械，还是自动，还是啥，甚至我有捌的朋友，伊就是专门咧帮人挂吊啊，伊迄就是迄个，我毋知迄台机械机器伊要安怎去称呼，反正就是即摆吊啊有够实啊，实到天高采收啊，啊可能伊就是会经一个好天的时阵，你无可能落雨的时去收啊，落雨去收的漆啊拢澹，你后壁处理足麻烦的啊，所以伊迄就是晒去的时阵，就规个挂啊嘛，甲迄水拍落来，就变做漆啊。所以伫田里内底就是稻啊嘛，稻啊尾有稻穗，啊怎去挂的时阵，就甲挂落，就甲迄稻啊尾的穗分开，就变漆啊。啊，出的时阵，伊迄台车后壁就是迄个挂落，迄个稻啊，迄个稻管，吼，敢毋知稻管嘛？稻管，反正就是迄个中文讲梗啦，稻梗嘛，啊，迄个梗其实佫会使有其他的用途。啊，当然目前台湾针对这部分，敢若无特别做啥物利用。就是讲我讲的利用是讲，互伊产生其他的作用，真做毋是直接烧掉的。因为当然我会记我细汉时去阿公因兜，就是迄稻啊挂迄个稻啊尾会水扣起来了后，迄稻管就是爱佫长起来，甲伊绑做一张一张啊扣起来，通好烘茶的时阵做火引，因为迄真紧就导火，啊毋过导一下就无去啊，所以做火引，吼，中文讲火种嘛，啊，则浓茶，互伊会使烘较久，啊，迄就是真做草引用的。啊毋过即马可能我足久无去接触，毋知讲伊有会甲伊做啥物用途。有诶是讲去提炼，也是过去真做，有诶讲啥物变做啥物衫布料诶用途是啥，我袂记得。啊，反正拍落来随便漆啊，啊漆啊就去下嘛，伊迄就是一包一包了，就是因迄台车去田里来放诶时阵，就当做一包一包啊，啊而且伊诶一包一包，敢若佫拢是以50斤诶款吧，印象中，因迄一地头拢固定诶大细，就超50斤，然后才佫叫车直接载去美甲去甲伊教。照这篇文章所讲诶，就是漆啊来甲伊教过了，可能毋係可能经一届两届，我毋知几届就变粗米嘛，就糙米嘛。啊，糙米才佫紧，可能
可能讲应贵价钱就变精米啊，所以迄个精米是白米嘛，所以肉有一种半正白，就是精肉是散肉，啊白肉敢若是迄个肥的部分，所以半正白就是人咧讲迄个什么肥瘦参半的什么货吼，所以正米是咱讲的白米，啊当然即马就讲，拢台语嘛拢大部分拢讲白米去啊，就敢拄讲的赛车迄有诶。有诶一寡人就是毋知啥物原因，伊感觉赛车即个音，伊感觉伊足插目诶啊，伊足插耳、足噪耳，感觉听足袂爽诶，就一直要讲开车呢，感觉讲对中语讲敢若较高级啊是安怎啊？所以台语一寡字数就渐渐就流失去啊。好，毋知咱台顶边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伊即内底嘛有一寡。四字词是会使搁去理解了解，还是认捌啦？什么过年过节啦，吼，伊过年过节即几字教典内底嘛有收过着种讲法，迄嘛是我学台语了才知，什么时年时节，还是什么八节，什么就是讲，迄着咧讲，伊有一寡一年通天总是有足侪节日会较亲戚朋友，还是。今日是说会转来嘛，爱着开销，还是讲食食着较大嘛？佮讲什么中秋、五日节，啊佮啥？有一寡较大诶节日，就是较会牵活来，转来做伙食。啊，迄个时阵，遮诶民生诶消费就会较侪嘛，米就会加消费，猪肉，佮啥物货？有一寡就是平常时较罕诶，到迄个时阵就会特别侪，所以猪肉这。一年敢3个节日的开奖啊，中秋、清明、过年的款，我印象中啊，有的物件就是搁别个节就对啊。反正这物件拢是日常生活有当中会去用到啊，较即个过年过节教典内底就收过落迄种金碗意思安尼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然后我拄仔查一个真区，我嘛是虽然无真正听，拢会讲，敢拢会讲对无送开迄个句啦。啊，毋过到底是收区有送开啦，真区嘛，伊迄就是可比讲目前我知诶迄啥，原住民伊有一寡要做麻糍诶时阵，你着爱甲遐个米，米敢若是爱先甲煮过嘛，煮过甲米煮做饭了，才开始蒸嘛，迄才就去做麻糍嘛。啊，毋过伫即搭遮，伊即个伊讲全蒸区蒸到半小时，因为迄个蒸区当然大户诶，拢会处理米较济，啊若细个是汉药店内底会去处理一寡汉药诶，可能甲啥物物件。蒸互伊脆，还是粉，当然看迄个啥，需要嘛。有诶，你若讲要到粉，就可能爱搁去磨，还是夹。啊，迄个蒸区可能是先甲规地甲伊变做较细地安尼。啊，后壁可比讲伊搁一台机器是会使磨咧搁较幼诶，则搁磨咧较幼，看迄是啥物材料安尼。所以这工具其实较现代了。大概拢叫一寡较利便方便的工具，拢取代掉去啊。就敢若手机啊一出现，迄足侪物件就拢消失去啊。什物收音机啊，什物 MP3、相机，啥人都一项都叫手机啊吸入去、输入去，所有一切，即摆手机啊摕出来，逐项拢会使解决安尼。所以这时代的演进嘛，是有当中毋是，至少毋是我的想象诶，你吼，伊真正囡仔时代细汉时，无法度去想会到诶，竟然有遮尔大诶变化呢。我毋知咱台顶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你睇，讲到赛车开车这吼，我咧想讲，其实真侪人会种真侪无知识诶人，歹势，了后你讲什么台语无文字种物件吼，啊毋过若是讲真正家因，就是讲家
介绍讲，迄落其实你讲赛车即个赛就是驾驶即个数嘛吼，即是伊就分度机嘛是讲即个对，文白影片。所以嘿，我是真无爱甲迄落中国文化谈做伙的人吼，要毋过即种当时有当时你甲讲的时阵，人讲说啊，这个这个级的安怎对安怎呢？所以我意思讲，其实即个观念会使推广，我意思是好，感谢 Connie 甲咱分享。我伫应该是讲，我即马大概拢会较采取一种态度，就是伊敢真正是想要知的，有诶真正就是挑要甲你乱的啊，对无？像讲吼，我来讲一个笑亏，我因为自从熟悉你了后，当然较早会讲反正安怎无，即马因为你讲你定你讲怀疑，其实真侪咱即马迄落踮Clubhouse台湾人，甲你讲话有讲过话了啊，其实拢会学着即个是叫怀疑吼，所以台湾人咧笑讲，无你这怀疑是食着小人的喙烂，所以我即摆意思是讲，其实教育吼，还是讲广播，还是讲传播吼，传播在叫咩讲？传播啊，就是只听传播。嘿，我感觉讲这是有效的啦，所以我意思讲，对我来讲，就是讲，咱30年前嘛，无想到讲台湾即马有开始遮尔侪人支持台湾的运动啊，安怎安尼，嘿。好，感谢 Connie 甲分，因为我记阵就是，就讲，因为确实有一寡是华台共同事，就讲反正都是知道啦，反正台积电反正就安怎嘛，我就讲久就怎调咧。我印象中就是，嘛是伫Clubhouse遮，大家迄个半开玩笑讲，就是大家互相闹开安尼，莫当反正啊，就是反对啦，无你要反对嘛会使，就安好啦安尼，干那安尼就是较像样咧。你照迄个字面意义去理解了解的时阵，对啊，反正就是对立嘛，对无？或者啥差180度的嘛，反对嘛是啊，对无？伊数学也是以另外一种讲法，就是啥物纵横嘛，迄个啥，张飞引子啊，尾啊出家号的迄个发明嘛是啥横竖啊，对无？环就是可能水平嘛，竖即个台语是敢若无较罕的直接安尼用，你若硬要讲就是徛就可能顶下，也是进前退后嘛，因为有当初咱的理解就是讲。你是伫你平面空间描述的，还是伫一个立体空间描述嘛？因为较早伫学数学的时阵，学迄个空间，学迄什么 x 轴、y 轴、z 轴，迄个什么倒手伸出来安怎拄安怎啥，迄就是你去描述啥物货嘛。所以有当初咱的台语，咱一般日常生活，敢若较罕咧去用着立体这的描述法。你有敢学到平面的，甚至有当初咱去讲方向、方位的时阵，就会讲倒面、正面。有当初讲到到底，你形容讲倒面，倒面啊！你讲啊足急的，过无到底是你的倒面，我的倒面。所以有另外一种讲法，就是讲，你去描字的时阵，就分良好平啊。你若知影良好平是啥物意思了？因为伊就是一个相对的标准嘛。当你讲倒面正面是以我为准，我就讲倒面啊，毋过我的倒面，咱两个若是相对上的时阵，就无共平嘛。毋过咱就是讲，良好平，就是用描迄个方向去看倒面正面。安尼的时阵，你家延伸扩大，我就讲，良平，像我咧讲嘛，我讲良平，你就知我咧讲的良平是。倒一边，你就设一个向，是我咧讲，我会讲的良平。当然这有当都牵涉到，你安尼讲的进程是毋是爱先小品一下？当然这有当嘛是，就是有当阵对方听无是因为两个人咧相对的时阵，迄个参考点未抓到，有当就爱换一个角度来讲，无有当阵。听无迄句话，你佫讲100甲，伊嘛是听无啊。毋过你讲人一定知影嘛，只是
伊会袂记得，也是无去理解着讲是对方是因为查无迄个参考点，是你可能换一个认证来讲，变成是。我真正毋知影像是龙虎坪就是以庙来讲，你去庙啊，因为伊就叫你啥？看到庙的时阵了。其实庙的龙虎坪是以主祭神的位置做位置，因为主祭神是坐的嘛，啊看对庙外口来嘛，吼啊龙虎坪为啥有一条啥物？逃出虎口，就是爱对虎坪出来。在过去迄个讲法想法是即个意思，是即个意念。啊，当然，即马应该大部分的庙拢会有，尤其若较大间啦，伊就会直接留一个出口是即边，入口是即边，就无要你乌白行就对啊。啊，若庙无遐大间的时阵，就无咧管你要龙边出还是虎边出，就无管遐济啊。所以以台北艋舺龙山寺来讲，你对广州街要行入去龙山寺的时阵，你就是爱行即个方向的正手边入去，迄个是龙边。所以迄个龙边是主祭神的倒手，就观世音菩萨也好，还是后边的妈祖经也好，因为主祭神是观世音菩萨嘛，啊后殿是武英妈，因迄个武英妈是敢若算一个店号上号啊，武功的武，啊公营的营，啊敢是店号管的迄阵妈祖，所以迄阵妈祖叫做武英妈，然后后殿嘛，啊正殿就是观世音菩萨嘛，所以观世音菩萨两边就是观世音菩萨坐咧嘛，对无？啊伊面是看对庙外口嘛，无甲一间庙，迄主祭神竟然采180度方向讲，主祭神面是看庙内底，无啦无。至少我伫台湾所行过遮庙，虽然讲无行较咧，毋过毋捌看到即种神是安尼猜啊，所以神一猜落去面一定是看庙外口嘛，所以就以伊为主。所以以伊为主的时阵，伊的倒手边就是龙边，啊正手边是虎边，所以就对龙边入来，你内底庙内底行行踅踅看看是安怎，出去是对行虎边出去，伊要表达的意思是讲倒出虎口，啊这是当然你解说的时阵，也是讲对其他人来讲，就讲啊你就什么面对庙，吼你对外口要入去嘛，你就面对庙，你的正手边对遐入去。啊，有个人三无掌就戆去，啊，就乌白行，啊，乌白行有诶无遐大间诶庙，也无咧管你。啊，若较大间，可能龙山寺我会记，因为阮自细汉去遐出入，就是拢阮老爸传起是拢足知影，就是爱对即边入来，你袂使对迄边，甚至我会记，阮爸佫会讲，户顶袂使搭。啊，毋过反正龙山寺我佫不了接去，迄一年凡世，准讲无去。100届可能无遐济啦，啊，毋过50届应该是有啦，因为有当想到也是经过啥，就会对遐过就对啊。因为咱要换车啊啥的，啊，反正就是遮落车啊，嘛遮一搭较久尔，就洗一下哩尔，啊，就拢会去行，啊行，就发觉因为大部分拢毋知影嘛，啊，毋知影就会去搭迄个户顶。阮是自细汉就互教讲，迄袂使搭户顶，除非迄个户顶伤宽，你下袂过，啊，只好尤其囡仔人。脚就无法长啊，所以只有搭才过啊，甚至过，我叫，敢是我记毋着，我毋知影，就讲，是阮爸佫讲是倒骹先入去，佫有分的，所以有当即种，即马就是，就敢若，啊，就无咧讲台语啊，要哪有台语腔口问题，啊，就无咧讲台语啊，哪会去管讲，迄到底迄字是啥物嘿，啥物嘿，啥物袂啊？所以这嘛是算一个时代一个变化吧，敢会使安尼讲。小讲袂使搭户顶啊！阮自细汉出来旧厝的时阵，还有户顶的时阵，嘛是讲袂使搭户顶的。系啊，袂使搭户顶啊。啊，迄个后来阮起大楼了后嘛吼，毋是起大楼是后来咱搬大楼了后，啊有个门你起的时阵，伊还有一个就小的一个门槛，你知道吗？对。一个条啊，是吼，想讲无定是菜啊，是讲无定是烧的啊，是安怎呢？啊，我有一个阿姨，我特别爱搭喺户顶顶，我觉得阿姨甲我讲，袂使就是，已经毋是咱你带迄种户顶啊，因为对伊来讲，迄也是算户顶。是啊。
出甲入一个中间。对啊，出入的介质啊你啊，对啊。过去，爱下过去。对啊对啊。这个字吼，咱即马拢安尼嘛，安尼听讲这个字啊，下过去安尼。对啊对啊对，就是毋好直接打喺顶管。啊，当然，可比讲我捌伫咧，有一出，迄算戏剧电视《愤怒的菩萨》，迄敢若是单顺行写的哦，敢是，就是伊是日本时代伫新庄出世，也毋过日本时代结束了后，也是还未结束，伊就去到日本啦。啊，伊敢若嘛到当时，也是规世人拢无摕日本籍，我袂记一啦。反正就是，无啊，日本时代出世应该日本人无毋对啊。反正伊是日本时代伫新庄出世的，姓陈。啊，伊嘛写诚侪小说，然后有敢若有一个甲伊拍做戏出，啊，迄个戏出《愤怒的菩萨》是伫咧讲，日本当战败，啊，中国国民党派人来伫咧接收咧啥，啊，捌第一个庄仔头发生啥物命案还是啥？因一寡人就当伫咧交接啥。我要讲是，迄个戏出内底啊，就是有一间厝，啊，迄间是算古早种红叶厝嘛，有正身互人迄种厝，啊，伫正厅大厅迄间，伊就是拢会互定嘛。啊，叫迄个戏出翕着就，哇！我就啊娘喂，迄个互定真正大甲威气，你知哦？伊迄互定是用砖啊贴的，就是差不多一块半还是两块砖啊，看我袂记啦，是掠直的哦。啊，伊淡仔行，伊迄敢若互定差不多是半块砖啊悬，还是即个砖啊悬，我袂记。反正伫戏剧镜头就看，哇！迄规个互定拢威气，规个立一凹，就是我讲哦，啊这真正找古厝来演，啊找古厝来，我讲哦，这是爱几万个人搭过之后，都甲迄真正互定大家立落去安尼，所以大互定是等于是啥？亲门大户，有人要来找麻烦的，这是共大互定啊，迄是一种怎讲？表示你要想要来找麻烦迄种概念啊，所以这时代演变啊，好，我毋知咱台顶有啥物想法看，咱个读后一篇，应该使读后一篇啦吼。安尼后一篇90度的剧中吼，我看几多1、2、3，第3段真有够长的时光，吼，安尼我毋知可能你看会到文本无，就是你用听袂使吼，安尼可能是毋是？我读2段，我若读即段较大段，啊，准备读后面2段呢。好，来第16篇90度的剧中，当会上。我定定伫交流道遐看到迄个卖玉兰花的阿桑，伊总是伫日头骹暗摇剧中，门看逐台停咧等红灯的车要买花无。有一摆我伤暖心的镜头搁举起来，看到阿桑小连线互人拒绝，我就认100块甲买花。了后见识到的画面，煞互我深深受到冲击。赛车上班的路呢？逐礼拜上无会撞到阿桑3-4工，单向的车路边画画，伊敢若利用红灯1分钟的时间，画卖一罐20块的玉兰花。阿桑会对逐台车90度暗腰行礼，暗腰行礼，拜托人客买。当然，毋是逐个人拢会买。来，有呢，换你读这段，不要大段。认真讲，我无爱玉兰花伤过野芳的味，挂伫车内会互我头壳戆戆，有时佫会要吐。毋过，若看到辛苦卖玉兰花的，总是会暖心甲芳盈。尤其是真侪时阵，我远远看到伊向10几台车暗摇，煞无人甲买，我就会甲车窗架落来。因为逐摆买花拢是短10通秒，我毋捌和阿桑讲过话。有一摆看到阿桑伫炎天赤日
袂甲肝插插滴，我决定摕100块互伊，甲买一罐花，佮甲讲免找钱。哪知伊煞坚持互我5罐花，佮讲小姐，你出外趁食嘛无轻松啊，你摕偌济钱互我就该当爱互你偌济花。假使你无需要遐济，买一罐我就足感恩啊。听到安尼，我煞着摕5罐玉兰花。了后，阿送连续对我90度暗摇行5个礼，这一步互我真着惊，有济济毋甘。我毋知伊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感谢。从迄摆了后，我拢乖乖照规矩，20块买一罐，免伫阿送直直担头。好，感谢。爸比嘛来啊，我讲听。好，来准备我你谈两段。是爸比有要谈，好要紧，好来，爸比，迄个准备先头歹势。一段真久的时间，阿送无过出来陪花，我开始烦恼伊的安危甲健康，佫无时无势，嘛无地去。后来某一天，用佫影到阿送的身影出现大路边，知是安怎？我煞目屎甲目珠是摇啊酸酸，煞是遐尼安心。我欢喜阿送的身体悠然勇健，随话一声，真久无看见。真久无看见，伊是真哦。虽然讲正嘛是会使会通啦。真久无看见，我要爱一罐，想袂到阿送同款会记得，想袂到阿送同款会记得我，嘛应我真久无看见啊。阮四个目睭里相对上，话事相长的老朋友，笑甲像花遮水，做咩我人我你甲台湾要紧。我再看到阿送认真拍拼的态度，我咧想职业无分高低，态度上要紧。英雄毋惊出身低，就算是社经地位无遐悬的一般老百姓，也有值得众人钦佩的所在。好，感谢。我就讲，有当迄种变调到底真正无好咧啊！吼，比讲英雄毋惊出身低，我是安尼读啦。当然出身低嘛毋是袂使，我毋知啦吼。因为最近我听迄个啥，公司台去来因遐报台去新闻的，因迄个1200块的1000伊拢读1200，一直含我迄种语感真正有一个真差。当然，迄个数字的清字，因为本来是第一条，理论上伊会变调嘛。毋过我嘛毋知啥物原因。我当然有当啊数字的读念法，1200呢，毋知对我的感觉就感觉怪怪。当然，伊一讲过，迄个瞬间我0.1秒遐，迄是啥？毋过佫听继续读落去，OK， 伊迄个变调的关键，因和我无共款尔，而且因敢若佫毋是一个，可能敢若两个几个拢有即种状况，其他都无，所以有当即种变调的关键因，当然因为有诶若袂有迄个啥，文字上的理解真差，是结是讲，对我来讲，硬摇尔，无有啥物各样，那种会使安尼讲。毋过有诶，迄就变成讲牵涉到，迄个长句到尾要长伫对安尼啦。这是我真有看到一个
好，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好无？巴米嘛来啊，好，真久无来，三里吼。我咧看即篇的时阵，哪会甲王秀老师嘛，敢有类似即种的，就是第一玉兰花，看到人咧卖玉兰花，啊，就目前听到看到文章会去写到玉兰花啊，敢若大部分拢是女性的作者写的较济，较罕呢看到查甫作者写，或者是较久以早你读中文的时阵，捌有查甫作者写过的款，我袂记起来。总是因玉兰花伫街仔路卖即个代志，反世。我会记我较足细汉时候看到咧路里卖，啊，当然即马敢若是毋是较少啊？因为有可能就是淡薄咧出入，其实无应该有人伫遐出现才对啊。毋过在过去无管遐济时阵，就记载因去卖嘛。毋过即马我就讲啊，准讲伊有即种迄个啥艰苦袂得过，是毋是咱社会上爱有其他方式？去帮助伊，毋通放伊伫遐，遐尼风险遐尼悬，啊，若一个无拄好叮打去，对碰到代志，迄个双方拢无好啊，啊，所以应该是咱的社会制度，看要安怎去改进，还是帮助，莫互遮个人真正是啥物刀口上舔血。卖命演出，我感觉我个人感觉毋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爱有的现象。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，看好无？我甲大家讲一个我较捌有的现象吼。其实你讲卖玉兰花迄，我咧想讲，可能应该是讲你较罕的你开车的时阵，这嘛是讲我接开车的时候，我接你台湾出这边的，但毋过是讲我若踮我踮我遮的时阵，有当时我会拄着较大肚市的所在，有看到有人会伫遐去遐讨一食，晓会知讲去食。就是淡仔讨钱嘿。你讲讨钱，你就是就是真直接甲你讲我钱互你你钱互我安尼，嘛有一种是讲我就是自己撸帮你撸你的车嘛，我就加减做一寡，嘛有这种的。也有一种是讲我较早拄过一届吼，因为我那阵尤其是热天的时阵，休热的。我有一届拄着一个囡仔吼，囡仔差不多10几岁都有，差不多13、14岁13、14、15岁安尼吼，伊就摕一袋的水果吼，内底放迄落各种的水果，伊甲你揽做一尾，甲你讲5块会讲3块安尼。其实你讲伊遐物件有带遐尼济钱嘛，你毋知影。不过至少你感觉讲反正就是伊就是反正嘛是出一份。出来出去讨食嘛，吼，咱讲去讨食安尼。所以迄落我咧想讲，即种就甲你讲咧卖迄落玉兰花，卖迄落啥物秋玲对，共款啊，对啊，系啊。只是讲真正是你落伫车路马路顶头，真正是真危险，迄是事实。是啊，好，感谢Connie甲咱分享。对啊，你讲即个情形就是敢若。足久以前，我嘛真久无看外国的电影啊，就是拢，就是我看你车窗敢若垃圾，我甲你录一下，你看会使想我，还是安怎？对，我做是当然希望会使得到对应的嘛。我录3个，互你我1块2块，还是安怎嘛？当然欢喜共愿的啊。这有当阵是啥？你看，无相片，也是无掠好，也是无勉强，反正是有当阵就是。逐所在拢有即种要挖的状况出现嘛。当然你台湾嘛，对啦，我真久无咧开车，无咧塞车咧路里。毋过坐车的时阵，当然即马若坐捷运，较坐捷运，你就较罕咧伫路里伫地面嘛。目前台湾的捷运，尤其台北市的部分，毋是伫地下，无就是高架的方式嘛。去到淡水才有伫地面的轻铁嘛。所以，若毋是坐公车，或者是毋是家己塞车开车伫路里走来走去，你就较罕咧看到即种伫十字路口
是毋是有即种人会淡仔咧行大出入，或者是搁含迄个路口到底大细，可比讲台北市有不哩啊大诶，什物民权东路含迄个啥新德路，还是中山北路迄可能6线道甚至8线道诶，淡仔撞迄真正有当阵啊，闹一个风险。啊，毋过迄路口时间等到较久啊，啊你若较细，可能啥物较无遐佳野诶路口诶时阵，啊车嘛会停啊，啊当然这。毋知影我最近真正可能，那是目睭闭无几啊，啥嘞？较无遐接看到啊，我毋知呢。我毋知咱台顶嘅朋友，针对咱读的这篇，还是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，会使无分享参考啊？嘿，起家啦，即马来到车头拢是做起家，国车国嘅车头嘛是嘛真多。啊，你讲去食是毋是？就是讲即个国家排碳食，还是讲真路吼？即嘛无一定啊吼。我听过讲，法国巴黎吼，你莫看咧路边诶流浪汉，有诶拢是有诶是迄落大学教授退休，伊晚点咧厝诶啊，所以伊踮咧街仔路啊，行来行去。都在轨下路诶，所以这到底是啥物指标？我嘛唔知呢。感谢准的提出这个问题，我有这项李文轩哦，因为这本册嘛，当时就讲有一本册是啥？无家者，还是有人要读家，对无？家好好，还是家好好，家庭即个家是无家者，就讲街仔路里遐个有路无厝的人，吼，尤其台北车头附近，我最近当时对遐经过啊，即2个日吧，上少袂记一日。台北车头附近，尤其若不哩早的时阵，或者是暗头啊，可能日头落山了8点9点迄个时阵吧，就开始拖出来啊！啊，4箍链灯反射，正百个有哦。啊，男女拢有，有查某拢有。啊，遐个人，日本迄边捌有人来要交流，提供经验，因为伫日本嘛有袂少即种。伊就伫车头附近安尼，淡仔变成淡仔咧啥，酒伫遐，吼啊！我会记有一出美国电影吼，Will Smith 也上演的嘛，什物中文是啥？幸福来敲门迄个吼，就因2爸仔囝嘛，啊，逐工拢爱登记迄个什物，会使有床通啊困嘛，因为你讲台湾袂落雪，就准拄煞，反正。袂去寒死也是安怎嘛？啊，毋过若伫美国迄种寒天可能落雪，你若无一个通我冚的所在，你可能困啊一半都无命去啊。台中嘛，曾经有一个有便利商店，讲迄个人去找因女朋友，啊，因女朋友无伫咧，伊毋敢入去便利商店内底，啊，竟然怎啊徛伫便利商店外口，迄工讲23、4度，靠背嘛伫外口冷死安尼。啊，毋过大部分卖嘛吼，我要讲的是。台北车站附近，敢若有正百个，啊，捌有人，就日本人来交流，讲啊，即种游民，即种有路无厝的，遮可能到底是社会问题，还是个人的问题？啊，就讲嘛，若准讲，你认为是啥物各打50大板 ？OK， 你若认为各打50大板，你提出来政策可能就是 A 方案即种方式，内底安怎。啊，你也认定讲无？迄个个人咧负8成的责任，你明明好骹好手，你为啥无爱去做，无爱去谈？安尼提出来政策可能是美方案即种方式，或者是你感觉无政府应该爱做较大部分，你可能提出来是西方案即种方式。不管，反正我会记诶，捌有日本的学者来到台湾遮，讲要含咱遮的人交流安怎。啊，遮台湾遮敢若嘛有人提出讲我就会使创啥。甚至伊讲啥，安地到去3G 去到倒位安尼，啊，遮个
符合互安置的条件，遐个人啊，有袂少人无爱去，因为第一，台北车头甲三支，迄敢若坐车就1点外钟啊，啊伊就无咧食头路，伊就无头路，就无钱无啥，拢无啊去遐啊，要创啥？伊嘛是爱，就是讲，敢若互一个大，啊你无互伊食无啥，无法度通好维持伊的生活嘛，吼，这是一点。过来就是。啊！我伫遮，我若安怎的时阵，有人会使随看到，随帮我看是要叫救护车，还是叫警察嘛？啊！你若甲安迪开到遐的时阵，我死你内底煞无人知。伊安尼讲嘛，敢若有理啊？所以变成讲，目前为止听起来看起来就是政府针对遮的即种有路无厝，吼，即马足侪名称的嘛，啥物街友啦、游民啦，是啥一大堆，甚至即本册做无家者安尼，吼，伊说啥？ homeless 无厝的人嘛，啊，所以变成讲，目前咱可能我无去接触到，无看到较较全、较完备的一寡方案，还是措施来，互遮的人有一个所在是啥通好去创啥。可讲龙山市对面迄个公园仔边嘛是一直到呾，就是。 哦，迄龙山遐我若去的时，遐人数反正无比台北车头较少。当然，伫迄搭遐看到的是迄个活力较有，不了侪人淡仔咧惊奇啥有诶无诶。啊，有人咧讲，迄其实伫遐讲，尤其你是当咧活动，拢毋是啥物游民街友，还是有路无？毋是，若准讲是安怎讲？ 遐个街友、遐个游民、遐个啥，因拢是嘛想办法要互伊家己有一个上基本的生存啦。佮讲有临时工就去做临时工，有啥去做，所以因其实是去外围做线工的。啊，伊的啥物困地啊啦，伊的一寡物件，就是可能钱伫咧公园啊，啥物所在，啥物所在，啊，等到日头落山好困的时阵，遐你是去外口做线工，伊就转来到这个所在。啊，原底你是淡仔咧行棋，淡仔咧开讲，淡仔咧食薰，敢若袂使食薰。吼，我哋淡仔咧拍拉凉啥？等到人是有厝通转，伊就离开啊。所以你是活动的是一群人，毋过暗时会淡仔困的，敢若佫是另外一群人。啊，所以有当阵即种变成讲，咱大至少我吼，可能无遐尼真正。 捌甲遐尼多，知甲遐尼食的时阵，咱就敢若，我就敢若看到表面上遮个状况，啊，实际到底安怎，嘛毋知哩。所以，遮个讲玉兰花还是啥，这就讲，咱每一个人拢是凭家己的力量生存落来嘛，活落去嘛。啊，到底社会安怎看待咱，还是咱回头来看，遮个人到底是安怎？ 这篇文章伊最后讲的嘛，讲英雄毋惊出身家，就准讲是社会经地位无遐悬的一般的老百姓，嘛是有值得咱正人钦佩的所在嘛，对无？人至少为家己的生活咧拼，伊也无去讲偷抢拐骗啊，无啊，人伊就是用伊的能力，还是注意的材料，互伊家己安尼活落去嘛。啊，当然。 咱会使理解，就讲遮个人袂堪伫一点点的意外啦，什么跋倒、车崩掉，还是食歹腹肚啥有诶？迄真正啦，正意外一个来吼，伊诶一个状况就可叫拍8折、拍7折啦。所以这有当阵啊嘛，真正诚歹讲哩。我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、看法无？有一个所在，可能准伫之前捌提供过，就是讲迄个啥医疗库的查询法。伫即两篇文章啊，第15篇、第16篇遮啊，第15篇有一个是算第2段，尾啊第2节遐，证人嫌甲无一块好，吼一块好。然后16篇即篇即篇的尾2段的第2节，吼，毋过无是无使，嘛无底问起。因无底问起甲一块好，即个目前
看起来教部敢是用同一字汉字，抑毋过伊的意思，迄个地敢是共的啦？无地问可能无所在通问嘛。啊，无一地好是毋是？甲无地好，即个是算换伊啊换伊。因为我会记，还是我记毋着去，就是有一个是讲无一地好，啊一地啊路，啊你地到底是做一地？是地地，还是地远的地，还是一地两地的地？目前即两篇文就是用了同一字汉字啦。啊，只是我来讲，有当咱即种字词的时阵，可能各位朋友，尤其你若好现的时候，应该是你家己查过了，你会使有较深的认捌安尼啦。我提问题互大家讲思考啦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会听讲风台休假。安尼，若阵讲是无其他较有想要分享交流的读册的部分，咱就安尼。啊，若有兴趣要开讲，可能就另外去开一个空间，开一个时间再去开讲安尼。有无？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好，安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主要咧读的即个114年度的社会组朗读稿，就暂时先读到遮。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，啊，感谢咱来去的台客朋友啦吼。现主是无人，无要紧，反正是罔听。啊，咱今日就读到遮咯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感谢各位，再会。